嘿，大家好啊！話說前幾日食咗間好好食嘅日本嘢，就係呢間喺元朗圖書館附近嘅喬木。想講店員姨姨真係超級犀利，喺嗰晚接近 full house 嘅情況之下，佢都係勁有效率，同埋佢都係可以保持到勁 nice，好好笑容。食物方面，我覺得佢哋喺魚嘅處理方法上面真係好有一手。其中一款前菜嗰個魚，我本身睇佢個樣，以為會有啲腥，仲有啲擔心。但係食落去嘅時候，唔單止係冇嗰個腥味啦，而嗰個魚本身嘅鮮味都好突出。另外佢個炭燒雞扒都係好高質，佢係偏向紮實啦，然之後炭香味好重嗰種。最後食埋好滑嘅茶碗蒸同埋呢個芝麻奶凍就收隊。